文化不是高墙，是每天的呼吸。传统不是模仿，是我们活出的方式。巴鲁布部落位于台东县关山镇，是约50户的一个小部落。族人大多于1960年代自花莲迁徙而来，最初因文化差异面临挑战，但在米巴六换工合作中逐渐凝聚，并于1985年举办首次丰年祭。2015年起恢复年龄阶层制度，让青年承担祭仪筹备，透过巴格罗奈训练营与跨阶级合作，重振古摩利和祭，逐步建立起属于巴鲁布的文化，让文化成为每天的呼吸，让传统从现在建立。